玻璃种千石，为咱巧下嘅石柱。玻璃提起流传一句谚语：玻璃窟有入无出，也係講係有外地人來到玻璃做頭路，也係做生意。一旦賺到錢，無留在玻璃安居樂禍，唔會使走，咪唔會留錢帶出去。落一輩人講，也係因為愛咱巧下，就一粒石柱斷電嘅關係。石柱係一對細石鼓顯性界，呢個位所拄好在南鳳海到土米航海交匯嘅所在。人講千水千水，水代表千彩，所以當電兩條海水嘅石柱，就變做將電玻璃千彩嘅象徵。另外，上川水線石柱有兩粒，分別在愛蘭台地嘅東側到西側。愛蘭台地嘅ಹಿಂ道當像一條大山，兩粒石柱就像江口岩筍，土地酸透酸美嘅石墩。不過四片石介粒，在第二擺世界大戰嘅時節，日本美軍嘅飛行機炸鐵，但將寸到東片石兩粒限出。光復過後，四片嘅南村里越來越故事，東片嘅玻璃時期實見來見鬧熱，所以玻璃人都相信係因為東片石含有石柱裝電。921大地震過後，中國救濟物資和並在愛蘭橋下河壩村嘅貨櫃，本土子風采做大水打電走，從到愛蘭橋墩橋實團結，創造新橋嘅原奶茶，撈石柱入起來做貼腳石來用。也是前當日本地方文史學者發覺，直到當唔盼得做得用同心來形容。感慨石柱經過幾百年都喊出來，想得個大大細細嘅天災，實撇唔過無地嘅煙火，到今當日朝鮮安部，喊談得到愛蘭橋頭當過上林市清亮嘅眾上，15件鐵企在河壩東岸，見心看顧地方嘅石柱。公路局玻璃公務團因各方人士嘅要求，才研為所用風毛奶細石鼓重新做一粒石柱，在民國92年大完工，繼續來修復玻璃嘅風水，祈求恢復，逐漸玻璃繁榮鬧熱嘅景象。